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4章，我们要从第7节看到第11节。彼得前书第4章从第7节到11节。第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为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人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管家生活的第3讲，做恩赐的管家，做恩赐的管家。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赏赐，使我们拥有这许多的恩赐，让我们拥有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主你帮助我们来学习管理好你所赏赐的产业、恩典及所有的事。愿主你看顾，此时求圣灵亲自来打开我们的心，让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管家生活今天进入第3讲。前面2讲，第1讲是在10月19号，我们那时候讲的是金钱的管家，如何做好一个金钱的管理，如何知道我们要将金钱运用在正确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提醒说，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的金钱财富，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赏赐，那个主权在于上帝。第2次的管家生活，第2讲是在10月26号，那个时刻我们一起谈论的是做时间的管家。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每个人拥有的都是同样一天24小时，但是在这个繁忙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被许多的事物，我们会说我没有时间，可是我们却忘记了上帝才是掌管这个时间的主宰。因此在做时间的管家的时刻，我们有提醒说，这个时间也是来自于上帝的，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时间上做好分配。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都要有固定的时间分别为圣出来，让主来使用我们，也要每天有时间来与主亲近，做好时间的管理。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做一些检视，说我们是否在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或是我们1周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哪些时间是空余的时间，有哪些时间是已经浪费掉的时间。如此我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找出来，来作为与主亲近的一个时间。那么在今天，我们要看看上帝如何来恩待我们，将那恩典放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恩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要如何来管理？在人被创造之后，我们其实就被赋予了管理的权柄。上帝让我们开始管理这个世界，他让亚当开始为这个世上的动物来命名，而且管理大地。因此，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主权在于上帝，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管理的权柄。因此，我们不能只有管理那个看得见的财富、金钱、物质，但看不见的时间，我们也要管理。更何况是上帝给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恩赐，或说能力。恩赐与能力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那么，上帝给予我们这个恩赐能力，其实它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是确实存在于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在你身上到底有哪些恩赐，你要来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恩赐。保罗在今天的书信当中，特别在提醒我们，也是写给散居在小亚细亚北部各地遭到迫害苦难的基督徒，鼓励他们要纪念耶稣的死与复活，而且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在这个一个过程里面，如同我们现在正在等候一般，在等候耶稣再来的这种日子当中，我们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然而在这困难当中，我们要有那个信心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真正的属天的奖赏。因此彼得劝勉我们说，不要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过余下的光阴。也就是提醒我们，在那要审判活人及死人的主面前，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来到他面前交账。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管家，不是说在家里的妈妈或先生才是管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要管理好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东西。特别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提的是，管理好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今天的经文在第7节一开始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圣经当中有关基督再来的预兆，其实很多都已经应验了。虽然那个时间、那个时刻，什么时候基督会再来，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却可以知道，我们比当年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这些门徒更加接近万物的结局的那个时刻。因此我们要明白，要来遵从主耶稣借着彼得所说的这几点。第一个是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就是要在上帝的教导里面，主耶稣的教导的话语当中，我们要谨守自己，来专注于传福音的事工，要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上去注意是否有合神的心意。第二个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代表着我们要随时与主保持联系，与主保持一个关系。再来是我们与人之间要彼此切实相爱，这个爱不是你自己可以完全的来做的，这个爱是因为你领受了来自于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帝的爱当中，我们才能彼此相爱。而且重要的是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哇，听起来好像很困难，因为有百般的恩赐。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要交账，所以我们就要做好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我们这个时刻要来想想看，恩赐其实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信他而且得救的人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会说恩赐好像不太等于才能，才能其实是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就赋予给我们的一个能力，再加上我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去接受训练，我们所得到的能力。然而恩赐是圣灵照着他的意思分赐给我们的能力，它的来源有一点不同，它的程度好像也有一点差异，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天赋才能完全的奉献给神使用的时刻，那么这样的才能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那么我们每个人之所以可以得到这样的恩赐，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相信他了，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这些才能是为了奉献给神使用。
在以弗所书4章8节里面这样说：我们个人都蒙恩了，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刻，掳掠了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每个人。所以我们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能够彼此来服侍的时刻，那个就是成了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今天的经文说，有讲道的就要按着神的圣言来传讲，若有服侍人的，就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我想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我们要彼此来服侍。上帝也启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说，恩赐原有分别，但是圣灵却只有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只有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只有一位。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在提醒我们的是，我们所有的恩赐、执事或是功用，我们所领受的这些，它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是来自于这位神他所赏赐的。所以以圣经记载恩赐相关的经文来看，所以我们可以把恩赐大约分成这3类。第一类叫做本性的恩赐，第二个就叫做执事，第三个叫做功用，这3个类型。然而恩赐这一词是从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做执事；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应当甘心。这里所提出来的是本性的恩赐，就是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所拥有的。然而这7项的本性恩赐，其实说预言，我们可以说他好像在现今是一个理想家，他在对未来他有抱着一个理想，他想要去实践。第二个执事，就在初代教会当中选出的执事，是为了管理所有在这个团体当中的事务，所以他是比较像是一个管理者。教导者很清楚，就是在传讲教导上帝的话语。劝化者好像就是他在现在是一个协调者，当人有起了冲突、有意见不合的时刻，那这一个人他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劝化的协调的人。施舍是看见有人有那个需要，而他有那个能力，他可以提供给对方来满足他的需要。治理，他是一个领导者，他带领着团队往前行，往一个目标来向前进的。怜悯的人，他像是一个服务者，他进入到需要的人的身旁来帮助他。然而这7项的恩赐，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只是我们哪一个部分比较多而已。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想一想，在这7项的恩赐当中，你拥有哪几项，或你比较属于哪一类，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执事的部分。执事是以弗所书所表列出来的，这边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这边所提出来的执事这样的一个恩赐当中，它的重点不是那个身份，不是说你是使徒，你是先知，你是传福音，你是牧师，你是教师，不在于这个身份，在于后面的这段经文，因为拥有这些职分是要成全圣徒，使人各尽其职，重要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这五重执事里面，他们所代表的，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来看，使徒好像就是在牧师
长老的一个领导服侍的团队里面，先知他比较像是一个带导的团队，传福音他就是对外宣教布道的团队，那么牧师就是站在这边传讲上帝的话语，教师就很像我们现在的小组长，还有主日学的老师这样的服侍团队。然而在这样的五重职事的团队服侍里面，如果密切的互相搭配，就可以使信徒得着成全，教会得着建造。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这段经以弗所书4章12节里面说的，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教会。就在这5个职分里中，我们要彼此密切的互相来扶持。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在这5重职事里面，你比较像哪一类？这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是功用，功用是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所列举的。他说，这当中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使徒、先知、教师、帮助人的、治理事的。然而在这些侍奉当中，这每一项都不是在固定的时刻会发生，它是在特别的需要当中所需要的恩赐。因此我们要知道，在这当中你又拥有哪些，或者说你知道有谁拥有这些。因此在这10几项的恩赐当中，我们可以省思想想看，到底上帝放在我们身上有哪些恩赐。不过这都是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其实在你的身上，除了经文表列的这些本性恩赐、职事或者是公用的恩赐之外，其实我们还拥有的有更多。所以今天的经文会说百般恩赐，百般的恩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需要做到几点。第一点是，我们要在恩赐上很专业而且很专心的来发挥。正像彼得所说的，若有讲道的，就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人，就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我想讲道，可能大家都说啊，这是牧师的事，也的确。然后我们有些长老，他们也在操练讲道。但是如果是服侍人，我们往往会说靠自己的力量，其实不是，我们是要靠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所以我们必须很专心、很专业的来发挥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在搭配上，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作为在这个当中的肢体，我们就是要彼此互相的来帮补。每一种恩赐，它都需要别人一起来搭配，才能发挥更最大的功效。因此在这当中，我们必须彼此尊重每一个人身上所拥有的恩赐。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要思考一点，在你我的身上，恩赐早就放在你的里面了，恩赐早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了。就如同婴孩，他一出生，他就具备了一个能力。婴孩出生，他具备一个能力，就是吃的能力。我还记得我的小儿子出生的时候，那时候进去产房一同陪产。当孩子一出生，医生就开始看到孩子出来就开始数1、2、3、4、5、6、7、8、9、10，1、2、3、4、5、6、7、8、9、10。有人知道在数什么吗？对，数手指头和脚趾头，说这是完整的，然后就问一句：要不要让他现在喝母奶？很奇妙的是，小孩子一出生，他只要抱到妈妈的身上，他就自动具备有吃的能力。当孩子慢慢逐渐长大，他在学习吃的这个能力上面，他慢慢学习从喝奶到吃流质的，到吃固体的。在这个阶段，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被培养出来的能力是不同的。他从被喂养到学习自己用手抓食物，用手抓食物，拿东西来吃，使用汤匙、叉子，最后使用到筷子。在吃的这件事上，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这个能力，我们也在当中学习如何来吃。因此，当你愿意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刻，在你的每一个阶段，你就会拥有上帝所给你的恩赐。你的位置在哪里，上帝的祝福就在那里。不要去看别人有的恩赐，你要看上帝已经放在你身上的恩赐了。因此，每一种恩赐都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其实更加重要的是在这恩赐的里面，那个就是爱。如果我们有各样的恩赐，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有了天使的话语，却没有了爱，我就像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上帝的奥秘，各种知识，而且有了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没有爱，却仍然与我无益。”因此，我们所拥有的恩赐，每个人不同。我们要使用，我们要彼此来连结的时刻，那个靠的是需要来自于上帝的爱。因此，保罗所领受的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也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因此，每一种恩赐，它都有停止的时刻，但是唯有爱，它是永不止息。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彼得在今天的经文再一次叮咛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其最高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爱必须在我们的恩赐必须在爱这个平台上来运用，来连结。明年2015年是教会50周年，回想过去的这一段5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与许多的弟兄姐妹一同享受在上帝的祝福，在上帝的爱中，我们此时此刻正一起过着团契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认识自己，了解上帝给你的恩赐，好好的在这个爱的团契里面，我们来使用出来。有些恩赐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都有的，这是上帝早就放在我们身上的。比如说关怀别人，有人说关怀好像是牧师、是文成长老、是区长、是小组长的事情，但是关怀别人这件事，这个恩赐是上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当你看到有人心情不好的时刻，你可以去关心他。有人说牧师，可是他脸很臭呢，我不敢靠近他呢。不用担心，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去跟他靠近他，你只要问他一句话就好，说你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接下来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静静的陪在他的身旁，听他诉说他的故事。可是特别要注意，不要听到一半就立刻用圣经的话告诉他说，上帝说你应该这样这样，不要这样教导他，应该是陪着他走过这艰难的时刻。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关怀人，这是上帝赋予给我们人与人之间连结的一个很好的恩赐。我们看到有人很开心很快乐，我们就很容易去接近他，然后问他说你在高兴什么。像我们家的孩子，他有时候很开心，我们就说你到底在嗨什么。人会开心，我们就会跟着他开心，但是人他如果情绪不好，他如果陷入低潮，我们更加要来关心他。因此关怀别人不是只有少数人能做的，而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透过彼此关怀，我们就在爱中相互连接，
透过彼此关怀，我们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才见教面，透过彼此关怀，我们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此时你可以去关心你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他问好，点个头，微笑。我想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关怀，也就是可以让我们在上帝的爱中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化，成为一个信仰的实践团体，将爱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然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其中之一。也有人他有不同，上帝给他不同的恩赐。比如说，有人很会煮饭，他煮的饭非常好吃，那你就很欢欢喜喜的去为主耶稣而煮饭。你煮的饭来满足那些需要的人的肚子。如果你有打扫整理的恩赐，你就欢欢喜喜的为主耶稣来做，让其他的人可以享受一个舒适的环境。如果你喜欢，你有插花的恩赐，或有布置的恩赐，或有艺术的天分，你就与人来分享上帝创造的奇妙作为，以及上帝赋予你这一个恩典，透过你可以去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如果你有聊天的恩赐，我想聊天每个人都有，我们都会跟人家谈话。所以如果你有聊天，你觉得我很会聊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聊天，那么你就可以用很欢喜快乐的方式去传讲福音的好消息。如果你有敏锐的心，你这个心你可以察觉到别人的需要，那么你就去协助对方。如果你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所赋予的许多的恩赐。那么我想当你自己会最清楚，上帝已经将现阶段你所需要的恩赐给了你。当你将你领受这个恩赐，好好的做管理及运用的时刻，上帝会再赐给你另外一个恩赐，是因为你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位置所需要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管理，明白你自己身上到底拥有哪些，然后来做好管理。我想当你的位置不同的时刻，你的视野、你的眼界也会不一样，你所需要的恩赐与能力也不同。我想上帝会带领你，而且给你够用的恩典。最重要的是，你拥有这些恩赐，你要愿意让上帝来使用你，你要愿意让上帝来使用你。不要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不做。不是的，当你愿意的时刻，你进入到那个位置，你进入到那个层次的时刻，上帝必定把够用的恩典加给你。因此我们要说，上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赐给我所需要的恩典，让我可以为你做工，求你可以让我与你同工，参与在你救赎的计划当中。这是我们愿意让上帝使用，上帝就会加添力量以及满满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有的一切荣耀都是归于上帝，因此每一个恩赐的管理的运用，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来荣耀上帝，使万事都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于神。荣耀和全能本来都是来自于上帝，我们要来荣耀他的。运用恩赐所做的一切，真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使人得到益处。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们身上所拥有的恩赐一定不止一样，有许多的恩赐。所以仔细去想一想，数算一下，这么多的恩赐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上帝正在等候你回应他给予你的这个恩典，就是要好好的将你身上所领受的这些恩赐做好管理及运用。记得不要亏负了上帝对你的心意。借着你所拥有的恩赐，就是要将福音
传扬出去，就是要将福音传扬出去。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第一个就是你拥有哪些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除了本性恩赐、执事以及公用恩赐之外，你还有什么？那么你是否愿意在爱中来运用它，在生理中就是与其他人一起来搭配，愿意做好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是否愿意让主来使用你？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是赏赐的主，你是丰盛的主。当我们所需，你都会供应，所以我们愿意回应你的恩典。当我们所欠缺的时刻，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愿意为主你来做，你就会将那需要的恩赐赐给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将传扬福音的这一项事上，更加的尽心尽力，也让我们在服事的同时，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与主同工。愿主你亲自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此时我们用主祷文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